獲稱文藝片天花板嘅知名導演王家衛，近日被《繁花》劇集嘅一助理曝光咗佢同編劇秦文嘅私下對話錄音。曾經嘅嗰個戴住墨鏡、手握雪茄、講究氛圍同詩意嘅王家衛呢，竟然成咗被吐槽嘅對象。事件源於一名叫古義，本名程俊年嘅編劇。佢自稱以月薪3000至6000人民幣嘅生活助理身份，參與咗《繁花》劇本嘅創作，負責商戰主線設計與資料調研。佢控訴自己3年辛苦夜以繼日地打磨劇本，最後卻僅以前期責任編輯被署名。古義自稱患有漸凍症，長期高壓工作加重病情。維權無果後，佢喺社交平台曝光咗7段錄音，總時長超過1小時。內容涵蓋劇組會議記錄與工作交流，並非純私人閒聊，旨在揭露影視行業普遍存在嘅勞動壓榨、署名權侵佔及資源分配不公現象。有網民感慨，錄音內容堪稱核彈級別，其中涉及王家衛同秦文對多位演員嘅私人評價，同佢喺公開場合對演員嘅稱讚形成強烈反差。錄音中，王家衛話唐煙太裝，游本昌唔係省油嘅燈。陳道明極品中嘅極品陰陽同體，仲疑似對女演員金靖開低俗玩笑。此外咧，秦文亦都喺錄音中提到咧，將《流金歲月》中劉詩詩飾演角色嘅經典台詞：佢成功我唔妒忌，佢失敗我支持，錯誤分配俾倪妮。劉詩詩發現之後主動溝通，但秦文以劇本已定稿回應，並稱揾過一次被我懟翻去咗。倪妮則被暗示不必主動爭取資源。11月8號，繁花劇組發布聲明，近期原繁花劇組工作人員程俊年網名古義喺網絡平台上發布大量未經證實嘅非法錄音，引起網絡輿論爭議，並造成巨大嘅不良社會影響。程俊年發布嘅錄音唔單止未經當事人同意，且存在大量失實、蓄意剪輯同惡意解讀嘅情況。聲明話已經啟動法律維權程序。不過事件核心人物王家衛至今保持沉默，未對指控或者爭議作出任何公開回應，而古義嘅賬號亦都已被封鎖。事件嘅真相仍撲朔迷離，引發外界持續關注。喺輿論發酵嘅時候呢，香港影視大佬向華強嘅妻子陳嵐突然出手。呢位港圈女強人開直播，開口就真刀真槍投資王家衛嘅老闆，基本都蝕錢。我呢度絕不錄用王家衛，因為佢唔受控。佢舉例話，王家衛執導嘅《阿飛正傳》投咗4000萬，票房唔到1000萬；東邪西毒投咗2000幾萬，票房先至900幾萬。最後只能夠緊急拍一部《東成西就》嚟填坑。諸多爆料好似行雷咁，一嘢震碎咗王家衛多年建立嘅神秘天才浪漫人設。事實上，王家衛嘅才華有目共睹，重慶森林中嘅孤獨，花樣年華中嘅曖昧，東邪西毒中嘅荒涼，一代宗師中嘅哲思。王家衛嘅呢啲作品讓好多影迷接觸並愛上咗電影嘅詩意。霓虹光影、碎片敘事、時間錯位、人物特寫，王家衛式嘅電影語言，讓佢成為第一個坐上康城評審團主席嘅華人導演，攞獎攞到手軟。有業內人士指，王家衛喺華語影史中無疑係個巔峰，但問題在於神話般嘅天才背後係觀眾睇唔到嘅一面。王家衛以自由拍攝著稱，冇劇本、冇計劃，拍到滿意為止。花樣年華拍咗15個月，2046拍咗5年。梁朝偉一個食嚟嘅鏡頭重拍20幾片，張學友抬頭60次仍不過關。演員被磨，投資被拖，劇組被困。王家衛視呢啲為藝術追求。李安當年曾經調侃啦，王家衛享有罕見嘅自由啦，佢可以冇劇本就請一大班明星嚟拍戲啦。呢句說話既係誇，似乎亦都係諷，因為喺王家衛嘅電影生涯當中呢，久而久之呢一種自由成咗特權。當資本寬容、市場包容、觀眾膜拜，佢就係神一樣嘅存在。而當環境變咗，效率被要求，輿論變得挑剔，呢份特權就變咗原罪。有分析指，錄音事件只係壓垮王家衛神話嘅最後一根稻草。
陳嵐嘅直播只係導火線，引發更多圈內人開始翻舊賬。有人話王家衛拍戲磨人，有人話佢對演員冷淡，仲有人感嘆王家衛好難合作，導致舊年喺大陸熱播嘅30集電視劇《繁花》，日前喺豆瓣網嘅評分連跌，其執導嘅一代宗師嘅神聖感亦都被重新審視。觀眾似乎突然間意識到王家衛嘅嗰啲光影下嘅浪漫呢，其實建立喺無數人嘅犧牲之上啊。更現實嘅係，投資者亦都唔再買單當年能容忍王家衛燒錢取鏡嘅公司，而家一個比一個會算賬，市場唔再講情懷，資本唔再傾詩意，所謂嘅藝術片溫柔鄉早就被流量邏輯牽翻。網民感嘆，喺過去嗰種導演至上嘅時代，導演有藝術自由，演員冇話語權，編劇係工具人，投資者只能陪笑。但係而家資本、創作者、從業者之間嘅關係似乎喺度重新洗牌。如果話王家衛翻車，唔止係佢大師人設嘅坍塌，更係成個娛樂圈嘅結構性冧鈴。